我来看今日的客家日报记者片嘅内列专题，我来看台湾嘅铁路发展史，韩国行业睇开铁路业嘅事情。扮演嘅角色同贡献，台湾喺清朝時嘅由第一名沈順富、劉銘傳，特別台灣開嘅鐵路產業向退化失批，也推保台灣開始向退化嘅，也開鐵路係個艱辛嘅事情咯。唔艱苦嘅客家鄉親，老身體開路，韓國維修嘅工作，行人同鐵路結緣，睇打造部分，單如看得到行人，也見證行人個仁愛檔案嘅精神。CK 2024第3日新型車頭試出來，做到幾件前後務嘅鐵機路面，就無限制者也同你 Q3 線復試嘅方面顯落來。1908年開通嘅 Q3 線，沿住新線啟用，到1998年停駛。經過國家人士嘅整治，將總算到2019年明年復試。佢見有40年歷史嘅老火車馬，是個100部太子卡看到，仲係技術嘅錢，同做小將嘅工作人員。大家都講動業咪哦，動手動業，還有動辛苦嘅事，但是客家人就很多嘛個堅韌不拔的精神咧吼。如果客家人也較硬淨吼，呢個事吼就全部做起來，幾乎都啲客家人咪係同多啦吼。頭擺老師傅教嘅，因就造假嘅吼，個因頭擺因武術學嘅吼，你哋會技術，即話真就差古裝吼，天路較發展出，其他就較出力較貼面啲啦吼。而這對火車馬有貼片嘅感情，嚟到維修嘅人員也走咗20-30年。台灣的鐵路歷史對1887年，劉銘傳走向清朝政府做鐵機路起始。到光緒17年，台灣第一台通車嘅火車停運後，就改變交通運輸嘅方式。5戰戰了後，台灣國本日本，為咗開採台灣東豐富嘅自然資源，日本暑假下，台灣總督府就做咗一道鐵機路。1908年，基隆到高雄嘅縱貫鐵路開通，減少上北下南嘅時間。1977年，做好嘅阿里山鐵機路嚟到三亞鐵路，就提到泰山馬鐵器。民間嘅私人會社為咗運輸同類嘅物資，作為輕便鐵路，還是蠻內都係。1929年代發動嘅鐵機路做好，就改變往擺嘅那些草船運輸嘅方式。當時嘅火車就係因為混合列車，一混合列車呢就係一個貨物列車哦。大掛一個車，銀行車廂哦，不認錯啊樣，還有普通車，普通車就是全部一種銀行錯嘅普通啊，哦，加上我鐵路網有傳統啊，所以你做鐵路嘅係咪都原住民來做，但是冇全部結款哦，所以搭人機共行擺錯車冇事錢咧。時常站到站長犯法證，到鐵路局對基層員工一路做到站長，我38年。退休了後唔盼得離開，還會帶頭車頭船同退休前嘅生活窮困。因為屋度搭嚟呢個車頭船上下呢種列車嘅時間，全部記在對腦海裏哦。如果某個時間列車來，應該我去台灣，某個時間到啦，我將佢食飯，也記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就貴啲。1960年代，小汽火車慢慢完備，鐵路局就運用橋田動力火車，隨住體系嘅高地漲差太大，停駛12年嘅 Q3 線鐵路。呢隻軌路嘅風景寫到遊客參觀，用鐵機路嘅文化打造出當地嘅特色，促成 Q3 線復試。申請一笪地方，所以一特別的素材，因為它有百年的鐵土文化，又有做起一啲啲嘅日本嘅文化啲啊，
又加上有人菜体人、客家人的文化，有3种无共的元素所撞击出来的火花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有相当程度的素材。透过民政府来台湾了后，东势线立得支线连接各地的交通。东势线从1959年开始营运，本来是为到压载太雪山林场的数量，不过人技术更逐渐少。1991年9年废线，后来铁基路被改造铁马路，本民众骑铁马欣赏轨路的光景。台湾的铁路对产业运输促进经济发展，到经济价值较降低了后，已经超过100年的铁基路，主要运输的功能那种给历史，还有藏经和各个总头，来发展出菜体的文化特色。